大家好，今次呢條片係介紹返一個新居屋2人單位3人居住嘅裝修完成嘅案例。首先，我哋入到嚟廚房嘅位置，我哋做咗一個梗廚嘅佈局，以米色為主題。經過全面重新裝修之後呢，咁我哋中空位置呢，我哋都選用咗特色嘅花磚作點綴嘅。同一時間，我哋都訂做一組 U 型嘅櫥櫃，增加收納空間，同埋可以放置返呢個洗碗碟機。廚房外近大門嘅位置，咁我哋做咗一組全高嘅高櫃啦，咁就去修飾返電錶箱之餘呢，咁亦都預留返一個空間放置返蒸焗爐同埋乾衣機。而廚房用返玻璃嘅 PD 門呢，咁令到個空間感呢就更加大啦。為咗整體設計更加流暢，同開廚房門嘅時候唔阻礙使用者出入，我哋都採用咗揭板滾輪嘅櫃門，隱藏返常用嘅家電。廁所隱藏門嘅設計呢，咁就防止大門直對啦，亦令到個視覺更加整體。客人希望可以閒時可以放鬆一下，所以我哋特意做咗一個日式浸浴砌缸嘅。吊櫃可以擺放日常用品之餘，地櫃亦都有預留一個擺放紙巾嘅位置。客飯廳嘅位置，我哋訂做咗一組 L 型嘅儲物櫃。咁嚟到囡囡房啦，咁囡囡房嘅家私都係客人自己去購買嘅。咁我哋就會喺嗰個牆身呢，幫佢就油咗一個佢中意嘅粉紅色嘅油漆。咁嚟到客飯廳嘅部分，咁我哋都訂做咗一組玻璃嘅展示櫃，嚟展示返客人嘅珍藏。而獅字儲物櫃，我哋亦都會做返一個坐位，令到換鞋更加舒適。主人房亦都訂做咗一組全高衣櫃，以及一張4尺半油壓床。如果大家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CLS 我哋品屋設計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收看。